为5月中旬，本土疫情大爆发到今，8大行业已经停业超过3个月。虽然疫情已经来降级了，但是中央也是无讲8大行业到底什么时阵会当来恢复营业。伫台南，甚至有小姐因为生活过袂落去了，了结着家己的性命。今仔日台中有50外个酒店的小姐甲少爷，也有帮人客来停车的人员是来出面，希望政府会当明确来定出着复业的条件，至少互因有一个底，知影什么时阵会当来开工趁钱饲家。业风无情，夸大无罪。8大行业头家、小姐、少爷，也是代替人客趴车的员工，拢出面希望讲中央会使讲有清楚，因当时才在上班。4个月没有收入。小姐到处打零工的，还是说我们做家庭代工的？对，可是要面临开学，那开学花费什么的，说好没有一个期限给我们。100多万的房租没缴了，房东也不愿意降租啊。政府，你告诉我，你补助我不要，你给我钓竿，我自己来，你给我工作嘛，你给我工作。为5月份3级警戒开始，8大行业就暂停营业。经过3个多月，即摆已经降级啊，各行各业嘛拢陆续的开放。不过8大行业的人拢唔知讲什么时阵会使上班，嘛就是讲中央拢讲不清楚，因看袂到未来。个指引给我们说，我们该怎么做啊？我们配合你们，你们给我一个指引出嘛。所以这都完全没有指引，没有配套措施。我们等4个月了，所以防疫比较重要。可是我们的生活权，希望中央政府能看到这样子。8大行业一直拢无开放，台南道舞厅的小姐日子真正无多过过落去啊。经济部虽然答应会予8大行业补助，不过这员工拢强调讲，因出面诉求的不是要讨钱，是要讨工作权。不管讲中央定什么款的标准，拢一定会配合到底。只希望讲会使赶紧互因回去上班。